操的虽然不会我赢，你有什么的啦？提领你人家面错的，我知道写给12年所，提个题目，让我忘记了他，总结一个，也是没错啦。提醒卡地多的，让我用一部分训练，推就那个题目就在努力的声音，因为程度大活动把握，珍惜面对许多人。相聚即是缘分，缘分促使我们所有的相遇，相遇是短暂的。我们的音乐会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在这里，我代表望堆同学、何石刀老师、何桑平措老师以及所有的演职人员，祝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。Just it！为了感谢学院领导和老师一直以来对望堆同学的精心栽培，望堆同学呢想要给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献上马达。
大水涨不起